我覺得啦有3本書，我覺得都係教人係點樣去行善嘅。嗰3本咧，大家可以記錄一下㗎。第一本咧叫做《太上感應篇》啦，我哋今日講嘅。第二本咧叫做《文昌帝君陰質文》。文昌帝君陰質文，你有冇發現全部都係道教㗎？對啊，係啊，因為無論佛道都好，我發現咗啊。係都會研究呢本書㗎，尤其咧喺古代咧有個好出名嘅叫印光法師啊。印光法師係啦，佢就特別去推薦呢2本書，就叫做《文昌帝君陰質文》同埋《太上感應篇》。佢話俾你知咧，如果人每一日嗱，佢呢度寫住就讀俾大家聽。如果日誦一遍，即係每日讀一次啦，滅罪消遣，即係你每一日讀一次咧，你可以消滅你嘅罪業。修持1月，福祿連綿，亦即係話你呢個月裏邊每一日都去修持一遍，修持咧，每日都去讀佢咧，福祿連綿，久行不息，跟住日日都去做，壽命長延。所以佢特別去強調咗呢本書嘅重要性，同埋咧呢個係唔單只係一個因果論嚟㗎，佢係符合咗道家講嘅成負論啊。因果同成負有咩唔同啊？因果其實我覺得聽得比較多的是佛家講的，就是種惡因有惡果，種善因有善果。和成負有什麼不一樣？咁樣講啦，因果咧係你做咗，你自己去受，自己去背。你做得唔啱，跟住你自己背負你自己咁嘅業力。但係成負咧，佢講嘅係縱向嘅，即係話你做得唔好，你個仔、你個孫，都會幫你孭飛，因為你自己還唔晒。那我如果做得不好，師兄能幫我背？咁首先你屋企人先孭晒先啦，如果孭唔到嘅話，然後師兄你契我做老豆，之後爸爸。係啦，咁你哋有機會啦。還有一本書沒有說了，對，三大經典《了凡四訓》，對，了凡四訓。